拄则咱是有秀的资料讲，我等四项里面它分有3层。对，我等四项它分有3层，就是果质、法质、口质嘛。这个就是一个层次嘛。对。因为伊无法感受就是讲，当然咱今日要学到讲，满级、法级、甲空级，拢有法度人讲，真的说法当因水而灌归法的意境当然是一个过程。那这个过程里面咱没法转世成是我们要用功的功嘛。因为咱毕竟咱就是中心跟内心嘛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要因缘经过嘛。所以咱就是爱学这个法。无法本无法啦，但是咱依法因心嘛。所以咱一定要学这个法，咱才有法度人去测度说我今天的心念，我的念头是正确与否。如何去善分别说，你今天的方向目标要往哪里走？这是后学这个《金刚经》以后，经过别人的阐述解说慈悲以后，咱一种的感受，就是讲为什么一定爱来听这《金刚经》？这经典就是让咱我都真正转咱的信心为地位，咱家己来咱的目标啦。这是后学的感受啦，感谢。是啊，因为基本上来讲咱若无病，咱就免食药。是咱有病，咱爱食药。是安怎咱爱学法？是因为咱遮有无明，咱爱学法。你今日若无明，咱讲修不用修，来呢？不用了搁再着修，慢慢修。你怎么不用就搁再着修？再着检查，这当然好啦，再着检查，咱平时就是咱有无明，咱的众生有分这一个层次，所以分当用这法。这法拢是上宽法，应众生的机来实践法。当然实践法就是咱不执行这法，因为有分这属性为神妙。是安怎来这物件？伊是不是都无明？众生有病创免食药，都有病爱食药。今日咱当招着佛讲，做佛咱来讲，我就说法，众生死在，我想我不说法，众生死在不会想。但是伊嘛作惊众生，因为我拄则讲，法已经我这物件已经互你，你已经明了清楚，我今日的烦恼法要修这个物件，所以伊这个伊这个金刚经下10手分，甲你行这个功课，伊就开始伊就破相的义理破相路，就是互你象征化的用入，要你入理，互你实实在在，互你真正，互你有利好的物件。所以今日当中，就讲到这个物件，因为伊甲你讲，你随这个菩萨，你我的思想，伊来讲足清楚啦。灭度一切众生，如无一相心可灭度。就是咱今日所话叫做菩萨，我上理上清净是了上，这个毋是菩萨。这真个就是咱来讲一直是真一直高高。就是讲一直慢慢明理这个物件。咱今日这个意境，就是咱真正一贯道地主内底上爱需要的。因为咱一贯道就是讲三宝心法，心法这个心法，这部金刚经是叫做什么物件？金刚法界法轮经，这是讲心法的物件，讲心法。心法若无破相，我就入理，没有破相，没有帮助。所以咱今日学这本物件，就是一直三层的入理。第我等思想要讲，第二我等思想要讲。这我等思想讲呢，这是2层，应该第3层。这个第3层，何以故？迄个欲出非法相，这个不得是了防止这非法相，是防止你末定思想、法定思想，搁生一个2空之空，伊是了防止这个物件。
因为众生唔知影讲，你手里两空，啊，我当然两讲我无啊，啊无啊，搁手里两空四空，啊第三空造出来。因为各些物件，我的四境空，我的四境空，你已经进入到什么？到一个无我，无我，无我处，无我是无我执啊，这个大家真好看。无一个我，无一个我咧执啊，无一个我咧执，无一个我咧执法，已经我来靠这个。你这个物件发表何来有？有法想，所以讲法想印象，何况空法？哦，这两种不同样，你个现在按你那这条别这边上何况不要立马给他爱去掉，这是这好，最后一个田德来。